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进入罗马书第1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黄美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因着你恩典，每个清晨我们能在线上有共读圣经的时刻，恳求圣灵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开启我们的耳，从你的话语中得着能力与智慧，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那在罗马书的第3章21节开始，保罗就提出因信称义。那上帝的救赎是用信心使人成为义，不是用行为。那在第4章，保罗也提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依靠的祖宗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信称义。那就如同3章23、24、25、26这4节所说的，悔改或是因信称义的步骤，就是要先认识罪，认识神差遣耶稣，认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认识圣灵如何动工运行，来在相信的人身上，使人能够进入因信称义的应许当中。而昨天提到的第4章是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他是因信称义的代表，并不是借着外在的行为。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样，一同进入因信称义的应许，一同得福。加拉太书，人的行为是人若是因行为称义，那就是做工的得工价，那只不过他赚来的工资，但是就不是恩典。所以因信称义，大卫曾经经历过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有福，是因为他得着恩典，他没有被上帝计算在罪恶的那一边，而是因着信心领受上帝的应许而计算在救赎得救的这一边。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第4章的后半段。第4章的后半段有2个主题，就是亚伯拉罕他是承受世界的应许，就是有提到地上万族要因他得福在创世纪的12章3节、18章18节、22章18节，连续3个地方都记载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而这个承受世界的应许呢，亚伯拉罕不是去当上了国王，当上了皇帝，或是当上了将军，然后才得到，而是他一路上用信心跟着上帝走所以不仅是亚伯拉罕，因为4章18节到25节也提到，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就是跟着亚伯拉罕走这条信心道路的人，都要做这个世界的继承者，不仅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还有属灵的后裔，或是信心的后裔。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这一段也是相当重要的经文。好，第4章，那请美英姐带我们来读第4章的13节到第15节。好，第13节，上帝预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他将承受这世界。这预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法律，而是由于他因信而被称为义人。如果上帝的预许是给遵守摩西法律的人，人的信就是空的，而上帝的应许也是无效的。第15节，上帝的义分是从法律而来的，没有法律就没有违反法律的事。好，谢谢。那亚伯拉罕他被上帝称为义，
那是因信称义，跟行为无关。甚至在摩西律法主前1400年的600年前，在摩西的颁布法律的600年前，亚伯拉罕就已经活在地上，那他也领受了地上万国要因你得福，12章、18章、22章创世纪的这个应许呢，跟摩西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记载当中，可以让我们找到一条因信称义的路，不是因律法行为称义的路哦。如果上帝的应许是给遵守摩西法律的人，那人的信就是空的，上帝的应许也就无效。好，那这句话呢，就是跟第4章第4节提到的做工的得工资是应该的，这就不是恩典。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他就不需要再靠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本来律法呢是要来证明上帝所颁布的话，但是却在犹太人当中把律法呢高过于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所以他们只有遵守律法却不用信心，然后呢用律法来定别人罪，却不是看到人里面的信心。所以这些应许呢守律法的就守律法的代价，就像做工的得工资。若上帝的应许是靠人的努力来换取，那上帝的应许它就失效了。同样，如果我们人是靠律法称义，那不是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相信这件事情，那耶稣他就不需要死在那边，因为他有死，他没有在十字架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都是靠自己做的好行为，做的功德来得救，不是靠耶稣。所以引发应许的这个信心，其实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事情就落空的，耶稣就白死了，就这个事情呢，只是变成一个世界上的其中一个故事而已，跟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因为如果是靠做工，那你相信了，就算你相信了，但是呢，自己还是要努力去换取工资。所以在整个上帝的应许，世上万国、地上万国，做这个继承世界的后裔继承世界者的这个应许呢，就失效了。大家就要想尽办法，可能要像尼布甲尼撒王，好像大鲁士王一样，要去称霸世界。但是15节说，上帝的义分呢，是从法律而来的。没有法律就没有违反法律的事啊。好，和本翻成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为什么律法惹动呢？这律法不是上帝颁布的吗？那上帝还在气什么呢？惹动的意思呢，就是致使，就是引致、产生或是激起。因为律法这件事情，如果只是活在律法以下，你只能够达到60分，在以下就是 59.9 分，就是不及格的边缘。所以只有把律法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只有活在不及格的边缘。那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就当掉，就是重修。所以律法呢，没有办法使人得到完全。而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换句话说，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是有过犯。因为律法是在指出罪。那在前面有提到，律法是叫人知罪啊，律法是让人认识罪。所以律法呢，就是彰显出过犯来。因为没有律法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错的，所以律法是在证明这些是错的。但是律法不是在告诉人，什么是是100分的。所以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过犯。那个过犯指的就是违背律法的事情，就是不及格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违反神的应许，或是射箭没有射中目标，使不中地。就是射箭没有射到红心箭靶，就是人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这个过犯呢，就是故意去比那个没有活出神的形象的还要严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原来就有罪了，又犯罪，犯罪之后呢，又去拜偶像，就得罪。所以罪上加罪，那就是一层一层的加上去。好，再请每一节带我们读16节到17节。16节，因此应许是以信为根据的，这是要保证上帝的应许白白地赐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不仅是遵守法律的，也包括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信上帝的人。
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大家的属灵之父。17节，正如圣经所说，我立了你做许多民族之父，在上帝面前，这应许是有效的。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位使死人复活，从无有创造万有的上帝。好，谢谢。好，那这2节呢，现在最后一本把意思翻出来，但是和本翻译的比较优雅，而且比较可以让我们反复思想。好，那这个是人做后事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好，所以什么是出于信属乎恩呢？好，那在现在中文译本里面就看不到这样子的解释了。好，人能够做后事是谁的后事？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事。做亚伯拉罕后事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继承这个世界的应许，是本于信，不是因此就属乎恩。好，所以出于信心就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就不是靠工资，不是该赚来的，而是上帝白白的给予。好，所以这个在3章3章的21到25节地方，好，就是说上帝使人白白的，好，来进入这个恩典当中啊，好，而不是靠着行为，好，所以不是用钱，不是用工资，好，不是用靠打工换来的，而这个应许呢，好，如果是恩典，好，那是恩典，那上帝说要给谁就给谁，好，那给谁呢？就是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这些后裔，亚伯拉罕后裔呢，好，不是包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遵守律法，好，犹太人，也包括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好，所以16节说，人做后事，好，亚伯拉罕的后事，不是靠遵守律法，好，也包括像亚伯拉罕一样信上帝的人，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大家属灵之父啊。好，那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好，所以这个父呢，不是属肉体的，是属灵的，因为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那所以人不是靠行律法来满足上帝的要求。如果应许是透过行律法来实现，那这个应许呢，就不是应许，它只是一个工资，是一个工价。但是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人要成为后世，亚伯拉罕后世，就是要本于上帝的恩典。所以要明白这一个，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领受进入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像那个大儿子浪子，路加福音15章的大儿子，他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只有小儿子回到家之后重新被接纳，他才知道他这么烂的人还是能够做他父亲的儿子，因为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大儿子本来就是父亲的儿子，却活得像一个奴隶，活得像一个仆人一样，那就是没有活在这个恩典当中。17节如圣经所说，我立你做许多民族之父，就是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这在创世纪的17章17节啊。那多国之亚伯兰本来是尊荣之父，但是后来改成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那撒来改成撒拉，就多国之母。好，那这国呢，不仅是国，也是指国家，也是指民族。好，那它其实要代表是谁呢？代表就是指外邦人啊。好，那这外邦人呢，不是指外邦的国家。好，那延伸到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保罗引用这一段呢，就知道这个多国就是指外邦的基督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让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为了要完成亚伯拉罕的应许，继续的承接下去。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父亲，属灵的父亲，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我立你做多国之父。这个应许呢，是在相信什么呢？相信给那个生命给死人，使无变为有的神的眼前的。好，那后面接下来就要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使无变为有，从死里复活的信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每一节带我们来读18节到22节。18节，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盼望，仍然信，因此成为许多民族之父。正如圣经所说，你必定会有许多子孙。当时亚伯拉罕快要100岁了，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而撒拉生育的机能也已经丧失。可是他并不因此削弱了信心，他没有失去信心，也没有怀疑上帝的应许，他的信心反而更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坚决信上帝一定会成就他所预许的。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因信而被上帝认为是义人。谢谢。好，那前一段保罗引用约翰福音，说亚伯拉罕他也是欢欢喜喜来盼望耶稣基督啊。那这一段呢讲到亚伯拉罕他也经历了死里复活。那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环境恶劣，坚信不疑。但我们最令人感动就是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面。那这种信心呢，正显出上帝的恩典。信心越大，就恩典越更多，所以这个上帝的恩典就更大。那其实不仅只是以撒活下来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正式的通过死里复活，然后呢一直传承下来。那亚当夏娃呢本来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但是呢他们没有用信心，反而去进入了谎言，听了蛇的诡计，撒旦的谎言，而且来选择离弃神了。所以这个对比呢，就是亚当夏娃最后被造是被造本来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最后却没有活出神的荣耀。好，那但是亚伯兰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因着信心呢，他却举世闻名，来荣耀神啊。所以在历史上，包括像我们讲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本来也是一个一般的修士，默默无名，但是因为信心的缘故，让他举世闻名。那这个荣耀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是属神的荣耀。所以亚伯拉罕他经历的几个没有盼望，就是他已经100岁了，撒拉的生育机能也丧失了。那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但原文里面呢，和合本说生育已经断绝。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子宫已经死亡。那这个字呢，才能够凸显这个信心的意义啊。就是亚伯拉罕信上帝，前面他相信，但是现在到他都100岁，他的老婆的89岁，快要90岁。但是呢，这个子宫早就已经死亡了，没有办法再孕育孩子了。可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却仍然盼望，仍然信。他没有因为看到老婆已经更年期过了这么久了，子宫已经不育，已经没有死亡了，他没有失去信心，也没有怀疑上帝的应许，还坚决的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信心反而更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20节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信心最精华的地方，就是越不可能的地方，他越相信上帝。所以也要再提一次，就是说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最后生出了以撒。那以撒这个孩子呢，不是圣灵感孕，不是上帝让天使突然让撒拉来怀孕。如果是的话，这个事情就会被写下来。那怎么信心更坚固？那就相信一定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拼命的继续的想办法生小孩。那后来撒拉死掉之后，亚伯拉罕埋了他的老婆，后来他又娶了基土拉，又生了6个儿子。这6个儿子也不是圣灵感孕，都是亚伯拉罕让基土拉怀孕的。所以亚伯拉罕得到儿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坚固的过程。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要有亚伯拉罕的行动，不会因为现况医生说啊，你这个子宫有问题，精子有问题，这个是不孕症，然后就削弱了，失去了信心。亚伯拉罕没有怀疑上帝给他的应许，那前提是他相信上帝有给他这样的应许，反而是亚伯拉罕坚固信心，最后使荣耀归给神，那也就是上帝因此得荣耀。那这也是因信称义，好，然后走称义之后就因信成圣，成圣就是走信心的道路，最后就因信得荣耀，不是人得荣耀，是使神得荣耀。其实这个荣耀本来就是上帝的，只是上帝跟人分享。亚伯拉罕坚定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能够成就，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撒拉89岁居然受孕了，然后大肚子，90岁的时候，这个以撒就生下来了。亚伯拉罕刚好也100岁啊。好，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因信而被上帝认为是义人。那算他所以这也就是算他为义啊。这个算昨天有提到，整个第4章提到了11次，算就是计算进去，就是好像那个存钱，那个小猪铺满钱存进去了。所以用这个概念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信心的铺满跟一个不信的铺满。每当我们相信谁一次，那个小猪铺满就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呢，那个不相信的铺满就越来越大。亚伯拉罕把上帝当作造物者，相信上帝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老婆的身体、撒拉死去的子宫复活，那就是这段的重点。虽然没有这样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也相信复活的事情。那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这个如果只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故事就结束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埋葬了，还从坟墓里面出来复活了，而且还向他的门徒，向500多个人来显明，所以呢，证明了耶稣他胜过了死亡。那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成功了。如果耶稣死了，就像亚历山大大帝死了，那这个希腊帝国的荣耀就结束了。那耶稣的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跟亚历山大完全不一样。好，最后23到25节，再请美一姐带我们来读。23节，可是他被认为是义人。这句话并不单是为他说的，也是为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信那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因而也被认为是义人。主耶稣被交在人手里，为我们的罪死，上帝使他复活，使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以上，谢谢。算他为义，他被认为是义人。那这句话是为我们，就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人。我们今天读到保罗的罗马书，我们只要相信这样子的明白前面，从刚才我们今天开始的13节一直到现在，这个道理我们明白，我们就也能够有机会去进入亚伯拉罕的应许，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亲，而且呢，要成为多国之父，也要使神得荣耀。我们要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面。所以基督徒呢，保罗写到这里，就是基督徒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如同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有能力使他的老婆的子宫能够复活。所以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就是指保罗加上罗马教会的犹太人、外邦人，还有加上今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把这个罗马书保存将近1900多年，到今天我们也读到的我们，都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所以亚伯拉罕是相信那这个上帝是死无变为有，使子宫复活的主。基督徒也相信上帝能够使死去的耶稣复活，也是使水变为酒的这个复活的主。所以呢，这两种信息呢，其实就是 match， 是同一个，因为是相信同一个上帝做同样的事情。那
这个也是约拿，先知约拿，他在大鱼的肚子当中，他已经说他已经死了，他下到阴间了，已经死了。可是呢，他在那个死亡当中相信上帝，他又复活，那他又从大鱼的肚子当中又走出来，他也是死里复活。那在新约当中更多死里复活的例子。这一段等于是保罗思考旧约圣经关于亚伯拉罕记载对当代的读者，包括到后代的基督徒的意义。耶稣受死和复活是解决我们过犯，并且叫我们称义。所以25节说主耶稣被交在人手里，为我们的罪死，上帝使他复活，使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和本说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这个和本翻的真的是很简短有力。好，那所以人作后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好，那这个应许呢，不但归于属律法，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在这位神面前，亚伯拉罕成我们众人的父。那还有就是耶稣被出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所以不是为了自己的过犯。若耶稣他被出卖，被出卖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他自己的过犯。那耶稣罪有应得，死在十字架上叫做刚好而已，就像他旁边的2个强盗土匪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却死在那里，因为上帝的义怒必须要消除。而耶稣复活呢，这件事情就是保罗要说的，我们能够称义。所以接下来第5章，保罗呢，他引用完了亚伯拉罕，接下来他要带到的是亚当，就是更早的祖先。那他要探讨的就是原罪这件事情，一直5章、6章、7章，会继续来讲到关于原罪的问题。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思考，我是否因信耶稣而相信我要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世界。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没有走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道路上面。但是当基督徒认真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就要认真的活出亚伯拉罕的信心。环境再艰难，对上帝的信心越要坚定不移，才能够使神得荣耀。所以相信耶稣，包括相信他的出生，相信他的死，相信他的复活，相信他的再来，这一切都要相信。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3章20节。所以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不是读圣经然后就用圣经去嘎西郎，去用圣经去咬人。因为呢你这样的咬人也只不过是60分，60分跟59分的差别而已。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显出过犯。但是不是说律法不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你在怎么样子的生活都不能够活在律法以下，不能活在59分，一定要活在60分。而你活在60分也不够，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往60分、70分、80分到100分的路。罗马书4章20节，亚伯拉罕他将近100岁的时候呢，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如同已死，可是他仍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那这是和本的翻译。所以信心可以使人刚强，信心是不凭眼见，是凭着应许，是凭着对上帝的认识，相信上帝可以使水变为酒，可以做到。25节，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他把我们应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先为我们定了。而耶稣他胜过了死亡，耶稣我们本来应该死在阴间的，永远被埋在阴间的，但是他复活了，让我们找到这条路。所以盼望今天这一段经文不长，可是解释起来相当的长，是为了让我们清楚的明白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长什么样子，而这个信心今天还在不在，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信心。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主耶稣，也谢谢圣灵保惠师，让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看到盼望，也让我们能够从走向通往死亡的路，能够选
能够改变走向通往永生的道路。也求上帝再次让我们思考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信心虽然经过了4000年，但是到今天这个信心仍然有用。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也相信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要做他属灵的儿女，做他属灵的后裔，来继续继承这个世界的应许，要让地上的万国万族万人因我们得福。愿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使人得福，因为我们用信心来活出神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昨天